讲到昨暗时呢，这台电的兴达电厂天然气机组发生爆炸事件，引起民众惊吓。那这附近的社区活动中心天棚规个落来，连这里办公室壁堵也出现壁损啊。这爆炸的威力也互民众烦恼讲，这天然气敢是安全的？今日下晡呢，这台电董事长詹明生就出面来回答咧，因也讲有找到这天然气泄漏的所在，也答应讲附近的社区若做有受伤的部分，因拢会负责。这个新的归类点就是这边。李长基就跳顶悬长长的壁笋讲，这拢是从电厂爆炸了后才出现的，包括壁道顶悬嘛有一大抓，就连社区活动中心的天棚嘛准甲落落来。李长讲，盐田里离电厂只有800公尺，爆炸时阵规间厝拢对咧海，互大家惊甲规暝拢唔敢困。永安区里面是我们这边是最近的，靠得最近的，所以说爆炸的瞬间，我们里民就会产生有一种恐慌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瞬间爆炸瞬间爆炸的话，是因为它没有一个警告。台电七十下晡召开记者会，董事长詹文新亲身来甲电访会室内。詹文新讲，电访的损失台电会负责到底。早起已经找到漏气爆炸的所在，就是2号机天然气管线的零件。泄漏的原因，阁要等厂商甲专家调查。而针对外界风声讲，下晡3、4点都漏气，詹文新是再次来背回，伊讲无漏阿莫尼亚，一切拢照标准流程处理。警报就开始关机，2分钟之内开始关机，然后开始撤离。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模式，不太可能说在3个钟头前有外泄，他还继续操作了3个小时。我想说这一点，我要再一次做说明。现在电厂新的1号、2号机组拢停工接受调查，市府强调安全检查若无过关，都被打击台电开机运作。台电表示会配合市府，一切以安全为主。记者柯家如、邱兆阳、高永昌报道。